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6号。这一期咱们不聊胡适，也不聊胡锡进。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资金盘，聊盘市骗局。又一个资金盘面临暴雷，它就是在长三角一带小有名气的爱星河。爱星河抢单互助资金盘面临暴雷。这个叫爱星河的抢单互助项目模式并不新鲜。本质就是资金盘，最后必然是以新加入的这个人越来越少而暴雷，庞氏骗局。关于爱星河，这两天这个1818黄金眼有一个专门的深度的报道，大家看一下视频。我听他们这样说，爱星河就是它利息很高的，成一天1万块多少钱，200多块钱一天嘛，就是商业往里面投钱了啊。那怎么保证取不取得出来呢？万一被骗了呢？那人家已经投了2年了呀。刘先生介绍，爱星优选以及爱星河之类的 APP 近2年来在老年人中间兴起了不小的投资热潮，街坊间一夜暴富的传言他也听了不少。有的人都赚了几百万，星空好多人都赚了1000多万的，有好多人呢。真的真的，我们好边那个亲戚他们也赚了100多万，现在他自己的那天还在请客叫他们吃饭。能提得出钱吗？现在目前还能提得出，现在好像已经有的已经很难了。我报过警，然后警察说是要那个上海那边去出动。人家在说公安局报案都天天有，就是说有的小孩子就说不让他父母投，他父母一定要去投，因为他的利息太高了，他是1个月翻1倍呀。那是有点危险的，哪有这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说他现在开始，问题是他还能买东西，我反正也搞不清楚，反正听他们说。综合刘先生、小安以及嘉兴本地论坛上的网友说法，目前老年人在爱星优选和爱星河 APP 上蹲守倒计时下单抢购商品投资进行买卖，再用投资获得一些商品，这条路径似乎比较明确了。小安介绍，目前新用户想参与所谓投资，光下载软件是不够的。下完以后呢，会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假设你是华为系统，你直接安装会有警报，你必须开启飞行模式才能安装。已经被监管识别有问题，但是他们呢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你是说他那个还需要邀请码才能够看一些东西的？就不算邀请码，就是你要提一个邀请人的那个手机号，不然你进去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实名，还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就看不到它里面具体的买东西的什么东西。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爱星优选 APP 所属的上海米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经在今年5月17号更名为浙江米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公开信息显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备案信息、投资人信息等在6月9号也有调整。目前企业的登记机关和公开办公地址已经从上海奉贤区搬到了杭州萧山区。那么红色的爱星河 APP 和黄色的爱星优选 APP 变更之后是否还有关联呢？爱星河是咱公司的 APP 吗？怎么了？就是这个平台，然后我看了一下，上面有些投资啊，这些是可以进货啊这些的吗？对，买卖货的。我这边有点事，你要不你有什么推荐人或者什么的，跟他咨询一下，好吧？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一句两句跟你讲不清，就是先是通过参与那个交易，然后你如果获得积分提货凭证的话是可以，讲不太清。你跟你推荐人让他给你解释一下，好吧？我们现在这个公司是在杭州吗？我看现在已经变成浙江那个秘书了。对，我能来看一眼我们公司具体的规模吗？你推荐人都知道，你要不问问他，好吧？因为我现在有事儿比较忙，好吧？对方挂断了电话。为了找到一位推荐人，记者按照知情人的指点，找到了一些在爱星优选以及爱星河 APP 上投资购物的老年人。老人家在采访当天刚在 APP 上下了几单，桌子上摆着的虾皮正是 APP 上推荐购买的商品之一。老人家介绍，这些跟墙角的快递一样，都是投资后用积分加现金买来的。他也是产的，不会跌的。那很不放心啊，这个。那你放心了，他整个这个平台已经做了8年了。不说是有限额的事，就每个账户只能投20万。你这3个手机都有账号。我按照一个20万，这就是60万了吧？别的账号也不管你本人，别说你老婆，别说都可以。别的人家，你稍微有一点收益积分。哦，这样子啊。哦，看东西什么的。在 APP 上进行投资的老年人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收益是否真的有那么高？记者能否通过他们的指引找到 APP 背后的公司呢？1818黄金眼记者会继续追踪。这个1818黄金眼这个对爱星河的报道，实际上是有10几20分钟，大家如果感兴趣，自己在网上找着去看。这个爱星河它是2023年下半年上线，背后是一个叫西爱集团空壳公司，号称上市7年，纯的骗人。刚上线时搞线下发布会，请政协的人教授站台，看着挺像真的。董事长吴凤琴还直播推广，很多这个上当受骗的亲切地称这个董事长叫美女董事长。为什么现在骗局这么明目张胆？说白了，还是大环境不好。有些公司靠传销、资金盘圈钱续命，辛苦一辈子，不如设个局来钱快，出了事，对吧？找人顶罪，钱转到海外，人跑路，
坑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贪婪的韭菜啊。对韭菜来说，一定要记住了，你看到的安全，都是人家想让你看到的。所谓的合法合规，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一个手段，目的还是为了掏空你的钱包。这个爱心河的具体玩法啊，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如果是本质上就是个蓄水池，进来的水只要比出去的水多，它就暂时还能玩得下去。但有一天进来的水越来越少，出去的水越来越多，它就爆雷。这个爱心河那具体的，它就是搞什么抢拍模式啊，每产几个产品，一天卖个8个产品，号称静态收益1%，动态收益2%以上，但提现只能提一半，另一半变积分，要么用积分换东西，要么转给别人接着玩。这个所谓的抢拍，它也不是生产什么东西，它搞一个产品，大家都去拍下单一定的单数之后，他说把这个产品由商家去定制，当然了，实际上也没有生产，这一切都是不过是他一套说辞。他先收集订单，去让上游厂家按订单生产，给厂家一个原始的价格，厂家有利润。他假设这个产品每天都以几% 的价格在增长，它的售价，那你那些抢拍到的人，你是按这个10块钱买到的，过几天以后它就涨到了18块，你可以用18块钱价格把它卖掉。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或许他跟我说的有一点点出入，但是他的逻辑一定是这个逻辑，就是制造一个商品的慢牛，商品价格是每天都在小幅增长，1个月下来，这个商品的价格恐怕就涨了30%，1年下来翻了1倍，这样就吸引了很多人去抢拍这个商品。抢拍完之后，你也不用真的去囤货啊，说人家把货发给你，不需要，这一切都是在服务器上记账，你就看见你这商品价格一直在涨，抢的越多，你囤的货，线上囤的货越多，你的货值越大，它涨得越多。有人测算1万块钱，你投1万块钱抢单，相当于一天就能挣200，而且是每天都涨，稳步增长。这就是很多老太太搞不清什么道理，自己买了这个，在这个爱心河在什么 APP 上一下单买了，升值了，以后大明白，说我这5万块钱买的东西，现在已经涨到10万了，我把它卖掉，可以，你一卖，你账户上就有10万块钱，但是这10万块钱你提不走，或者你只能通过申请提50%，剩下的50%啊变成积分，这个积分也能用，这个积分是真正的你可以买东西，他也把你导到另外一个商城，你在上面可以买卫生纸，买热干面，他这玩意儿还真给你寄过来，但是当你收到这些实物的时候，你才发现它是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标价10块钱的东西，需要你相当于10个积分去买的一碗热干面，实际上恐怕就值2块钱，都不一定能到得了。那人家说了，那我这怎么办？我这赚了这么多钱，全部变成积分，又不能变现，最后变成一堆伪劣产品，没关系，你这个积分可以转让给别人，让别人接着玩，你还可以直接对吧，把积分再去参加这个抢拍。实际上平台的小心思非常明显，讲一个故事，把你的本金留在里面，把你的利润你想变现出来，对不起，用这些这个货不对版、山寨货、杂牌、京东、淘宝、拼多多上都搜不到的这些商品，把它的价格飙高几倍，无非就是要对冲你50%的利润，对吧？把你的50%利润用这些伪劣、假冒、残次的商品给它冲掉。关键，很多人根本都不会拿积分去换这些东西，他会接着玩，继续在里面去抢拍，钱生钱，利滚利啊。这个平台经过严格控制，它的每个月泡沫利率1.6%到1.9%，也就是让商品价格是缓慢上涨。而这么算下来，这个会员的静态收益加上动态月收益在50%左右，年化超过500%。大家想象一下，银行贷款的年利率才3%，你就能轻松的收入这个500%，这不就是骗局吗？全靠拉新人新钱来填坑。为了让这个骗局继续下去，这个爱心河还搞线下工作室，开几家超市，装成有实体店的样子。爱心河层级少，但拉人头的奖励非常高，拉人头下级赚的钱
作为善级能拿到20%到30%的提成，实际上就是逼着你去拉新。只有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它这个盘子就不容易爆。但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提现不到账，商品不发货，频繁流拍，开大会送房送车，卖区域代理，搞股改，就是转股。最后一招就是转股，很多会员实现大量的积分和钱，想提不出来。但是为了安抚这些人，为了让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上当受骗，他又一套新的说辞来了：公司要在海外上市，要股改，老板要跟大家一起致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积分、把你的本金变成股份，平台的股份。不过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来延缓资金往流出，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来，维持庞氏骗局还能往下走。关于爱星河，他请了很多专家、学者、教授、政府的人员给他站台。我找到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真的很难啊，也很难。他们都是干儿的，都是大头。是一个说有一个做茶油的一个公司，有400人茶油卖不出去了。我的天哪，400人茶油卖不出去，那你搁在那个地方，再过半年，这400人茶油有了，没有的人领啊。所以我们企业呀，真的很难啊，也很难。但是你们也很难，你的5大心理预期，最后出现了一个家带癌症了，有一个癌症怎么办？没钱，孩子上学没钱，失业了没钱，房贷没钱，所以我必须把钱存的呀，这就是矛盾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呢，就是想出来一个方法。我一直在说，我们这个爱星河的这个董事长这是一个奇女子这是个奇女子。因为我最近的2-3年这个参与的平台，给平台做顾问，做了那么2-3个、3-5个，但是没有一个完全按照我意思来做。这两下那两下整合起来就不成。这个是经济什么学者，什么政法大学什么哪个大学的一个立法教授朱少平，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懂还是装不懂，公然给这个爱星河站台。我看到网上有网友评论说，爱星河的发起者西爱集团的美女董事长吴凤琴女士事业有成，睿智优雅，在未开发爱星河平台之前已经身价过亿，生活优渥，属于妥妥的人生赢家。这个朱少平说，美女董事长吴凤琴是奇女子。从平台的搭建目的和过程来看，爱星河是让超100万、超1000万的普通民众获利，领双份工资，促进个人好、家庭消费升级和改善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爱星河西爱集团吴凤琴董事长是有大爱的，具有爱国爱民情怀的。一说有大爱，这咱就得警惕，动不动就大爱。所谓的大爱，无非就是你盯着那点利息，人家盯着你的本金。这些愚昧的人被人骗了，还在帮人数钱。前2天，第一财经有篇报道叫多地警示虚拟币非法集资风险，8大类资金盘套路曝光。这个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说，7月份以来，包括广东、云南、湖南、辽宁、黑龙江、浙江、福建等地在内，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密集警示以虚拟币为名的非法集资风险、新型网络诈骗风险等。第一财经发现，新型网络诈骗虽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呈现出多个共性，比如夸大宣传、虚假承诺，常用的话术包括稳赚不赔、高额固定收益、保本付息等。比如收益率奇高，宣传日化收益率1%甚至2%，年化收益率超过300%。再比如通过拉人头机制，鼓动用户推广某种项目，并承诺层级奖励等。这些网络骗局通常有一个共性的名字，即为资金盘。法学界对此有一个名词叫做传销式集资诈骗，即通过传销手段实施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行为。
一些不法机构以金融创新、数字资产为噱头，利用社会公众对稳定币等了解不足的特点，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诱导社会公众参与交易炒作，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非法集资、赌博、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公众财产安全。正好现在稳定币如火如荼，进入稳定币这种骗局也是越来越多。近年来，投资理财类、消费返利类、虚构项目类、虚假网络贷款类、虚假征信类、刷单返利类、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网络短剧虚假投资类等网络骗局花样翻新，渗透广泛，隐蔽性强，常常让人防不胜防。这个是资金盘的目前8大骗局。最近几天资金盘暴雷是越来越多什么新康佳，什么速拍易购，还有很多其他的。我在节目说过，因为恐怖螺旋，现在是速度越来越快。正因为这个很多资金盘纷纷在暴雷，导致其他的资金盘的人如惊弓之鸟，也要想办法提现，就是不容易骗了。有一部分人有所醒悟，赶紧提钱。更多的人是不愿意再参与这个资金盘，知道这是骗局，所以这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些资金盘的暴雷。从媒体报道，这些所谓的受害者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很多人实际上他也是参与诈骗的一环，他本身也是诈骗分子。因为这些人都需要拉人头，他拉人头不就在骗人吗？各式各样的资金盘现在如过江之鲫。我们再看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个案例，说这个董先生一直从事区块链相关工作。2020年9月，他看到有朋友宣传一个新投资项目，称该项目平台有存、取、借、还等业务，用户将自己的虚拟货币存入平台后，可以定期收到回报，就是存款呢。平台还配套发行虚拟货币地币，并能将地币等价值换给用户，用户也可以向平台借虚拟货币，你还可以跟平台借钱。童先生很感兴趣，于是向该平台投资了价值约100万元的虚拟货币。2020年11月19日，该项目平台以地币质押，悄悄将童先生在平台上投资的虚拟货币全部提出，账户上只留下等价的几百万地币。而此后，童先生发现地币价格全面崩盘，原本价值10几元的地币跌到了只值几厘钱，自己质押在该项目平台上的虚拟货币不翼而飞，账户上的地币变得一文不值。遭受巨额亏损的童先生立即联系项目负责人，对方称项目平台后台遭遇黑客攻击，让他等消息，而后迅速拉黑了童先生。此后，童先生继续尝试联系对方追要损失，但该负责人再也没了踪迹。2023年8月9号，童先生向云梦县公安局报案。接到报案后，云梦县公安局立即展开案件侦查工作。同年9月至10月，何某、杜某、李某、林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归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一方面查明各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模式以及参与程度，另一方面追踪虚拟货币流转过程，查明虚拟货币转换过程的犯罪数额。经过详细核查，何某等人的犯罪事实逐渐清晰。2017年8月，何某与贾某等人成立一家技术公司。2020年7月，何某、贾某自行设计并聘请杜某开发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为了获取投资者的信任，同年9月，何某聘请某专业项目安全评估公司对该平台进行安全审计，并发行配套的地币。然而，安全审计通过后，何某等人却上线运行了另一套未通过安全审计、带有后门功能的平台代码。通过后门，何某等人可以在平台上任意修改地币价格，并能不经用户同意将地币与用户投资的虚拟货币进行置换。
为吸引用户，何某让李某等人在网上发布该项目的安全审计报告等资料进行虚假宣传，致使包括童先生在内的多名被害人信以为真，在该平台投资了大量具有公用价值的虚拟货币。2020年10月至11月，何某、贾某指使杜某、李某等人在凌晨利用后门功能将平台地币的价格调高数十倍，又用其持有的大量地币与用户在平台投资的虚拟货币进行置换。完成置换后，这些虚拟货币被转移到何某的账户内。操作完成后，何某等人又将地币价格调低，而用户则因虚拟货币被套无法提现，遭受巨额损失。经鉴定，通过何某等人操作，共有103名被害人遭受损失，被骗取的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共计7776万余元。这就是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他搞了2套平台，一套有后门的，一套没有后门的。找第三方安全审计的时候，用的是没有后门的。上线的时候，上线的那个平台代码是留着后门的，就等着你来玩。你一来投资就改你的数据，骗局无处不在。随着经济下行，这个骗局也是进入了一个加速的暴雷期啊。正因为这些骗局难以被掩盖，要露出真面目，所以这些骗子也是就更加猖獗，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这个骗术它就会花样翻新，让你防不胜防。所以还是把钱存在银行比较靠谱，存公行。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